随着小镇上复制人的增加，人类的贪欲恶念也随之而来。格丽玛逐渐的发现，复制人比自己更讨老公的喜欢，而对方也顺其自然的占据了主人的位置，开始翻新起了现有的住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反倒成了那个多余的复制人。而另一边，警长的家里也迎来了妻子的复制品，甚至比现在的妻子还要年轻很多。看到健康的新妻子，他这颗老心脏都要跳出来打立正。可这时新妻子要出门买东西，这下警长却不淡定了，因为自己的妻子瘫痪多年，如果现在大家知道她的存在，那必定会多生事端。可越是阻拦，他想出去的想法就越强烈。无奈之下，警长只能把他丢进地下室关了起来。这样维持现状是满足他私欲最好的办法。为了搞懂复制人频繁出现的原因，地质学家达利下入火山深处采集样本。不过他一心思考原因，离开时却没发现会蠕动的岩石。经过化验得知，这种岩石就是2000多年前的陨石，也就是他砸坏了地球的表壳之后当地才出现的卡特拉火山。陨石拥有循环复制的能力，随着火山的爆发，所有人都有被复制的可能。其实正因为有复制人的出现，才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警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不惜把妻子抵抗瘫痪的药调了包，让他可以早点赶去西南大陆。做完这一切，警长还不知悔过的去向新妻子汇报。与此同时，格丽玛不甘心未来生活被人霸占，于是拿出家中祖传的左轮枪找上对方，并摆出了一发子弹。两人原本就是一人幻化，很多事情自然可以心领神会。他们脱下象征角色的外衣和结婚戒指，其中一人装上子弹顶住下颚，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上天。也就是说，今天过后，他们之间只能有一个格丽玛存在。很快就到了见分晓的时刻，枪里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。由于我看得太过认真，所以也不确定死的是哪个，活下来的又是谁。不过不管怎样，他们总算是恢复了彼此的平衡。可警长这边就没那么美满了。新妻子知道换药下毒的时候，竟逃离了地下室。警长为做出终极了断，带上瘫痪的妻子一起去找。但就在警长下车搜寻中，新妻子调虎离山，抢先进入了汽车，准备带着另一个妻子离开。趁警长犹豫不决，两人开车扬长而去，然后他们将车开进了火山深处，一同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。另外，格丽玛的姐姐也知道了自己是复制人的事实，甘愿跳入海中了却残生。达利夫妇含泪淹死了他们如同恶魔的复制孩子。所有复制人的问题都已解决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火山深处另有一个新的复制人走出。